国民党是落尾才来，伫大陆拍输斗赢，国民党向后走，地头我甲就选。来到台湾发生228事件，有迄个外省的惊本省的说法，就是对228来。当时抗战一个胜利，祖国一个统一，中央政府要来接收台湾，台湾人嘛足欢喜呢，想讲中央政府伫大陆要来接收啊，一寡百姓下下定定男男女女带码头要甲迎接。228事件一个发生，国民党袂领情，伊想讲无先压台湾人落地歹管，尊顶甲机关枪，打咧直直考死偌济台湾的精英。台湾人一个死者济，已经甲信30-40年啊！咱一个提起咧讲，伊讲免伤背，遐尼久的代志也莫阁背，莫阁讲啊！已经5-60年啊，讲要创啥？我甲各位讲，毋是去死到恁兜的人，当然你嘛毋讲。尤其是40当前，若要讲这小我讲的，就使拍成使关。后壁一个吴文洲，伫火车顶拼一个紧急的唱片，向阳涂骹看到有纸三角青岛角，迄种纸就是平面面底啊，讲单了白当换白。人也传单放伫涂骹，伊捡起来唱片安尼也袂使，掠去换白当看追干哪来啊？今仔日40当前发生的事，40当前都毋讲讲你，小我讲的就要拍马子。即马提起讲头有啥？所以我讲228事件完全是昨才发生的尔，伊是40年前。这该提出来讲就讲。国民党若有诚意，爱公然甲台湾人回应着，你讲对毋对？真少伊都无认得。国民党的要求真压吧，毋是3年久的大只甲讲会通的。5-6天的时间，用5暝5日，就要甲国民党的要求，个代志安怎讲都讲袂离。